吸貓一口，活到99。擔數嘅魚啊，係代表生生不息。撫摸隻龜咧，亦都好到你成個人咧都可以能夠心神特別寧靜。嗱，今集就同大家講下寵物與養生。嗱，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咧，話有50%嘅香港人認為養寵物就好過養小朋友，仲有70%嘅香港人認為咧，養咗寵物之後啊，會令到家庭嘅氣氛啊同埋關係會進步咗好多，提升咗好多。咁啊，究竟寵物嘅魅力係咪咁大呢？寵物究竟係對我哋嘅健康同埋養生有幫助呢？咁啊，今集我同大家分析一下。嗱，講起寵物呢，就唔一定要講貓同狗嘅，寵物有好多種嘅，你可以養貓、養狗啊，或者咧養呢個魚啊、養龜啊、養鸚鵡都得。咁啊，最多人講咧就係養貓養狗。嗱，有項調查就認為，究竟養貓嘅人定養狗嘅人多咧？咁啊，調查顯示咧，有25%嘅家庭係養貓嘅，有38%嘅家庭係養狗嘅，證明咧養狗係比養貓高咗啲。嗱，我哋睇咧，其實養邊種寵物都好，養啲寵物咧，通常咧無論係魚啊，或者係龜啊，或者係貓啊，或者狗都令到你咧血壓會降低，心跳率會減低，睡眠呢個質素會提升，甚至咧可以能夠抗抑鬱，甚至可以能夠提高社交嘅能力。有一種講法叫做寵物治療法，專係通過養寵物嚟治療嗰啲65歲嗰啲咧，我哋叫做係腦退化嘅失智嘅老人家。咁所以我哋講嘅，因為問題好多老人家咧，因為有咗寵物之後咧，佢就會提升咗佢嗰個生活嘅目標，變咗有個對象，亦都可以通過同寵物嘅互動嘅過程之中，增加佢嗰個社交嘅能力，又可以提升佢用腦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講咧，養寵物其實好處好多嘅，但問題係養邊種寵物好，咁就要因人而異。嗱，我先同大家講下養狗同養貓嘅唔同。嗱，養狗咧，第一咧，狗咧就需要咧係帶隻狗出去大嘅，所以我哋講每日都要放狗。放狗咧就變咗咧可以能夠乘機可以運動下，特別係長者嚟講咧，已經有研究調查到咧，長者放狗就可以能夠增加咗佢咧係個步行嘅次數啊，去到2760次，即係話通常要23分鐘。佢行路多咗，而喺放狗嘅過程之中咧，佢可以吸收啲新鮮嘅空氣，亦都可以同嗰啲放狗嘅人咧可以能夠傾下偈，增加咗佢嗰種社交嘅能力。呢個就係養狗嘅好處。同埋養狗同養貓係唔同嘅，因為你知道咧邊種人適宜養狗，邊種人適宜養貓，因為養狗人嘅性格同養貓嘅性格係唔同。因為狗同貓嘅唔同嘅地方咧，狗咧就聽晒主人話。所以個主人叫佢乜，瞓低、坐低、行過嚟，全部都聽從指令。但貓咧就我哋叫高鬥貓，佢愛你不理，睬你都傻。所以養貓咧就唔係係主人嘅奴隸，而係你係佢個奴隸，做咗貓奴。所以問題你個人本身咧，我哋講嘅養狗人同養貓人呢個性格係唔同。養狗人係比較外向嘅，養貓人咧就比較內向嘅。嗱，養狗人咧通常咧就比較活潑，同埋佢因為佢中意支配，佢個好勝心就好強。養貓人咧通常咧比較咧係自得其樂，通常係比較係中意自己享受自己嘅me time。我哋講嘅呢個養貓人嘅特色，所以變咗你睇下自己係邊類人，你選擇究竟養貓定養狗。但係問題養狗咧有個好處咧，你養狗咧佢可以能夠咧係令到你嘅成個人咧活潑。因為狗咧同貓又唔同，狗咧係躝街精，一帶去放狗嗰啲狗就好開心嘅，一次可能都唔夠，要瞓過2次或者3次。貓咧就唔中意外出嘅，貓咧就係爛瞓豬。成日都瞓覺，佢有好處就唔使你理嘅，佢甚至咧佢大小二便可以自理。所以問題養貓嘅人咧，都同你，如果你太忙，最適宜咧就養貓，因為養狗咧要花多啲時間。
養貓就可以佢自己自得其樂啊！自己你唔成日唔理佢嗰度，能夠自己同自己玩，呢個養貓嘅好處。同埋養貓仲有一樣嘢係養狗冇，有個研究顯示出嘅貓你聽到佢成日咕咕聲。嗱，原啲咕咕聲咧，原來涉及到咧呢種咕咕聲係涉及到我哋一種1952年一個德國嘅物理學家發現咗隻叫舒曼波，發現到地球嘅表層同埋電離層之間咧有個係全球性嘅共振現象。啱啱就係我哋叫大概上嗰個赫茲咧，就大概係8至10個赫茲，最標準嘅我哋叫做咧係7.83個赫茲。嗱，呢個咁樣嘅舒曼波咧，以前有個好出名嘅科學家叫做 Nikola Tesla， 而家好多人知係揸 Tesla 車咧，其實正宗嘅 Tesla 就係專係研究我哋講啊同太空研究嗰個有關係嘅。Tesla 已經形容到咧，呢個咁樣嘅舒曼波咧係叫做地球嘅心跳，或者亦都叫做地球嘅脈搏。而發覺現到咧呢種咁嘅舒曼波貓嘅咕咕聲咧，就其實就同呢種舒曼波好類似，所以我哋聽慣啲貓咕咕聲咧，可以能夠令到成個身心就放鬆，可以能夠咧係變咗成個人咧就可以同我哋個腦電波嘅阿法波咧可以咧係有個對應，阿法波都類似呢個舒曼波個咁嘅赫茲，所以我哋有個講法，養狗嘅人咧就養心就不養腦，養貓嘅人咧就養腦就不養心。養貓嘅人咧，通常佢哋個腦啊係比較靈活啲，諗嘢快啲。養狗嘅人咧，佢哋冇咁個腦袋冇咁靈活。咁同埋養狗一個好處咧，狗係好有規律嘅，可以定時定候，甚至叫醒你，好似個鬧鐘咁。佢生物鐘啊同貓唔同，貓就冇呢種特色。所以問題各取所好，你中意養貓定養狗就在乎咧，你睇下你自己嘅性格啦。但有一樣嘢就話貓咧就唔使沖涼乜滯嘅，就半年沖一次都多噶啦。通常佢唔中意沖涼，因為佢自己會特別愛乾淨，成日舐毛咧，其實佢就嗰啲舐毛就係沖涼。同埋發覺到有研究認為咧，貓有一種氣味咧，有少少微量嘅硫化氫。嗱，硫化氫有咩幫助啊？已經有個研究，但係未證實嘅，即係講就咁講，話啲人咧聞多啲臭屁咧就可以致癌，因為硫化氫可以能夠提升佢細胞裏邊嘅分解裏邊嘅線粒體咧，產生對細胞嘅保護作用，防癌咁講。咁但係因為臭屁係太臭嘅，聞得多都係頂唔順嘅。貓咧就係好微量嘅硫化氫。佢係唔臭嘅，但係佢有呢種嘅硫化氫嘅作用。所以問題有個講法，吸貓一口活到99，成日吸下貓嘅味道，聞下隻貓，咁你就可以長命100歲。呢個係一個講法。所以問題呢個貓同狗嘅唔同嘅地方就喺呢度。嗱，我哋唔講貓，唔講狗，我哋講魚啊！唔好以為魚咧冇性。我有個朋友養魚咧。佢每日翻去咧，啲魚即刻就拍去嗰個魚缸嘅玻璃嗰度咧，貼住去同你 say hi。啲魚其實都有呢個咁樣嘅靈性嘅，可以能夠識得打招呼。即係所有動物、所有寵物其實都可以互相交談嘅，貓狗都係。啊，我識得一啲動物傳心嘅朋友咧，佢同我個家姐隻狗咧動物傳心。咁佢問題就係佢話，主要嗰個關鍵咧，你同啲動物互通啊。係最緊要望佢隻眼，佢哋收你嘅信息啊，通過眼睛嚟接收你腦裏邊嘅信息。所以佢問我家姐嘅隻狗：你中意食咩嘢啊？我哋家姐嘅狗就答佢：佢係中意食一啲好細粒嘅白白地嘅嘢。所以我個動物傳心師都拗頭，咩叫做細細粒白白地嘅咩嘢？問清楚我家姐，原來佢平時咧好喜歡咧將啲雪梨切到細細粒俾隻狗食。所以狗你唔識得講嗰啲叫雪梨，即係講話白色嘅細細粒嘅，原來就係雪梨。所以問題動物傳心師咧就有呢個講法。記住，我同我隻貓交流啊，有 Bobby 啊，我都係通常咧望住佢隻眼啊，講 I love you，I love you，然後佢就即刻就眼眯眯，
即刻收到信息嘅，即係問題眼睛係同動物互通嘅。咁魚啊點樣互通我唔知啊，我係好少養魚，但係魚啊同養貓養狗有唔同嘅地方，即係話我哋講魚係涉及到風水嘅問題。即係養貓養狗啊唔使講風水，養魚咧，呢魚係可以講嚟講年年有餘啊，嗰個魚字同魚啊係諧音相通，所以變咗我哋講嘅養魚就可以招財。水為財，所以養魚就一定要講你個魚缸嘅形狀啊，魚缸嘅形狀，魚缸嘅位置擺喺屋企嘅邊度啊，邊啲地方要小心。所以最好嘅魚缸咧係圓嘅，呢圓形嘅魚缸咧係代表水啊。如果呢個魚缸擺喺廚房附近就唔好，因為廚房係火，水火就相沖啊，所以唔好擺廚房。同埋咧，你唔好要諗住咧，咦？我慳位置，將個魚缸擺喺屋企嘅角落頭，然後喺角落頭度咧整個三角形嘅魚缸。嗱，三角形咧，喺我哋嚟講啊，三角形就象徵火，火又同水相沖，所以魚缸唔係圓就係方，方就表示平穩啦。咁同埋亦都唔好擺喺客廳嘅中間，因為客廳嘅中間係我哋代表我哋個人嘅全家個主人嘅心臟嘅位置。你擺個魚缸喺客廳中間，亦會壓抑你嘅心臟。所以我哋知道啊，魚係首先要涉及到風水，同養貓養狗唔同。最好養魚咧養單數嘅魚，唔好用雙數嘅魚，因為單數嘅魚啊係代表生生不息。啊，你養偶數啊雙數嘅魚咧，就變咗冇咗呢個好處。所以養魚都好多學問嘅，你要知道，如果你知道點樣清嘅，同埋唔好養咁多鬥魚，養啲吉祥魚啊！你養啲可以招風水，你養黑魔你好，養呢個錦鯉好，養金魚都好，但唔好養嗰啲台灣嘅鬥魚啊，呢啲暹羅嘅鬥魚啊，嗰啲魚咧顏色好鮮豔，好靚，但係佢哋咧因為鬥性強嘅，反而咧係不利主人。所以呢個係關於養魚學問。好啦，我哋講完養魚咧，我同大家講嘅養龜啊。而家香港人好多人都養龜，龜有咩好處啊？嗱，龜咧，你見到嗰隻龜咧，你見到易經嗰個64卦咧，涉及到養龜嘅學問咧，就係我哋嗰個叫做頤卦啊。神字邊一個頤，一個頤卦，頤養天年。個頤卦好特別嘅，頤卦特別即係上邊係艮卦，下邊係震卦，叫做山雷頤。個艮卦就代表子，個震卦就代表動。所以我哋養龜其實嗰個頤卦咧，好似我哋做緊氣功啊！做緊氣功係代表咩？做緊氣功係代表係外表上係完全唔喐，靜咗啊嘛，喐都唔喐。但你裏邊咧，身體內邊其實喺度嗰啲氣喺度互相行動交流。龜咧有個好處，龜咧同養貓養狗唔同，龜係非常之長壽。你養龜咧可以永遠陪伴你成世，佢都唔死，你死佢都未死。啊，龜我見過一隻龜咧，有個千佛山啊，喺個濟南千佛山，我見過一個和尚養隻龜。我問佢：你隻龜幾大啊？佢話1萬歲。我假定和尚就唔會講大話嘅，我唔知佢點得翻嚟。佢話1萬歲。但係我哋通常養貓養狗咧，因為佢哋新陳代謝快，所以佢哋咧貓同狗啊比我哋衰老得快。平均嚟講，狗嘅壽命就12年，貓嘅壽命就15年。但龜可以話好，唔好話講1萬年咧，點都超過100歲啊！所以變咗你養龜咧係長壽，而且龜係唔喐。你平時你撫摸嘅龜啊，撫摸寵物係一個養生嘅好重要嘅環節。撫摸隻龜咧，亦都好到你成個人咧都可以能夠心神特別寧靜。所以養龜你睇個龜嘅神態各方面咧，所以我哋叫頤養天年。喺嗰個頭先講到個頤卦嘅初九已經講舍以靈龜，觀我朵頤啊。因為問題你唔掛住嗰啲靈龜嘅好處，個靜養嘅好處，你睇到朵頤，我哋有個成語叫大快朵頤。朵頤就係嗰啲嘴部嘅運動，不停喺度大口咁喺度食嘢啊，大件咬。見到人大快朵頤，好似食嘢食得好開心，其實咧係空嘅，
嗰個卦嗰個爻辭就講捨我靈龜就觀我朵頤叫空。咁所以我哋講養龜嗱，而家仲有一種嘢咧，我發覺到有啲朋友咧，以前養雀仔嘅人都唔少，而家似乎咧越嚟越比較少啲人養雀仔，唔見到養鳥籠都見得少咗，但係開始好多人係養鸚鵡啊，有好多朋友都喺度養鸚鵡。嗱，鸚鵡咧都係一種，唔好當鸚鵡係寵物。鸚鵡同寵物唔同，佢唔係寵物，佢係朋友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識講嘢啊，即係所以變咗養鸚鵡咧，要花嘅時間比較多啲。你要同佢互動，可以同佢傾偈，但係記住喎，有句成語叫做咩？有句成語叫做鸚鵡學舌，即係話咧，鸚鵡識講嘢，但係佢通常會係講翻你平時成日所講嘅嘢。所以你平時如果你對嗰隻鸚鵡粗言穢語，嗰隻鸚鵡亦都同樣粗言穢語對翻你。所以見咗同鸚鵡講嘢咧，你一定要留意你嘅説話，要一定要斯斯文文，粗粗魯魯佢就照學翻嘅。所以呢個鸚鵡都係幫助我哋交易貧切友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寵物嚟嘅。養寵物係有益處，又冇壞處。你見到好多名人咧，有唔同嘅名人都養唔同嘅嘢。譬如佢舉個例，美國嘅前總統布殊就養狗嘅，前總統奧巴馬就都係養狗嘅，但係前總統克林頓就養貓嘅，養成14隻貓咁多。咁所以貓狗你見到嗰啲總統嘅表現你變咗有唔同嘅性格。咁但係仲有一個講法可以俾嗰啲男士單身嘅男士參考，因為好多人話咧，佢講有90%嘅女士咧認為咧，養貓嘅男人咧特別有魅力嘅。所以如果呢啲單身嘅男士而未有女朋友嘅話，不妨考慮下養隻貓，係吸翻啲女朋友翻嚟。好啦，今日就講住咁多先，歡迎大家收睇、讚好同埋訂閱，拜拜。